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这消防的救护员唔知变通去互检讨。透早5点外，高雄三明区传出着火警，警消赶到场，原来是因为停电，银行的发电机自动来启动，产生大量的乌烟，互人抓准是火烧厝。这个救护车就伫现场来待命。同迄个时间，银行的对面一个老太太身体无爽快，爱来送病院。早计是拜托着救护员来帮忙，但是去互救护员甲拒绝。讲这个救火还救火，急救还急救，用卡119来报案，结果是引发争议。消防车、救护车赶紧赶到现场，看到一间银行咧出乌烟，不过经过确认，唔是火烧厝，是附近大停电。银行内面发电机自动发起来，才会出乌烟。赶到现场的警消人员松一口气，这个时阵有一个负责人来拜通。我母亲住对面啊，可是因为老人家不舒服，要送医院啊。讲80多岁老母伫厝内心脏无爽快，送去病院，不过呢无电梯门无多开，希望讲现场警消人员斗相共。喂，我需要救护车啊。明明救护人员伫边仔，伊嘛是卡119。他们的那个案子是一案归一案。原来救护员是甲讲，伊是火灾救护勤务，爱这个负责人家己叫救护车。尾手上局勤务中心听到负责人报案的内容了，直接下令现场的人员去处理。在场的消防人员用挂腿入到厝内去看这个老太太的情形，是讲第一时间消防救护员无协助这个负责人，爱家己卡119处理方式，那会这死板不要变通。应该是要跟我们的指挥官报告，由我们指挥官以现场的状况的话，由我们指挥官用无线电跟我们的立民来请求再加派人车来支援。消防局承认讲，当时救护员的处理确实无妥当。高雄市消防局最近有惹出真侪争议，除了专业，还有现场的应变，确实拢要加强教用。